过去曾是柔道选手肖有伟，婚后在北部从事肉品批发工作。他的儿子在8个月大的时候，因为疝气的原因接受手术，原本白白胖胖的模样，却因为开刀后消瘦许多，让肖有伟很心疼。只想让儿子快点恢复健康的他，想起母亲在他做柔道选手时用滴鸡精帮他补身体，于是开始自己动手制作滴鸡精。孩子吃完也很快恢复健康。所以让肖有伟对这项老祖先的智慧补品很有信心，成立了金科威补天滴鸡精这个品牌。我儿子在8个月的时候，他出生8个月的时候，他得了有疝气，那刚出生的时候胖胖的很可爱，那因为疝气的关系去开刀，那开完刀之后规小三了吧，那时候我爸妈知道，我妈妈就是做阿伯在遐补完去，完了。伊滴鸡精，互阮来补安尼。伊早期我嘛是运动选手，较食到受伤啊，啥物货，元气较不足，咱佫无钱通去买营养品，要什么高蛋白来食，所以妈妈阿嬷还用古早人的智慧，来做这个滴鸡精。也因为过去从事的是肉品批发工作，让肖有伟对肉品好坏有很深的了解，所以他制作滴鸡精的鸡汁都是选用花东土鸡，而且就连制作滴鸡精的机器，也是自己花了3年的时间与大批金钱慢慢研发出来的。这台机器是我自己研发制作的，因为这一台是专属用滴鸡精。那这一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同时可以做真空杀菌。因为外面一般我们做滴鸡精以古早的方式，它就是用蒸汽下去，我们就简称叫蒸汽回流法。那蒸汽回流法它是用水加温，然后让鸡汁它本身的土体它慢慢去让它流，像蒸汽浴一样，让它流出它的汤汁下来。但是这样子就有水的成分，跟它里面的营养就会稀释掉。那我们用这个方式，就是也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，但是它的温度跟压力要有，它这个钢板这个钢板非常厚，它就用它慢慢用长时间慢慢让它逼出来。肖有伟表示，100斤的优质鸡肉，经过48小时的提炼，平均只能做出155罐的滴鸡精。虽然搞纲撩席，但能够将这个健康又好口味的产品推荐给大家，他感觉一切都值得了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